来看这台师大的查某骹球队员呢，今仔日是透过立委指控讲，这教练含教授参与到这国科会运动科学研究计划，要求选手就要配合连续14天，逐天拢爱抽血3届，若准唔食就要扣学分。这研究同意思也是代志发生了后才来补签的。台师大是强调讲，已经启动调查，要来厘清过程。 民进党立委陈培如2月伫立法院质询国科会，表示收到台师大女骹球队员的投诉，指控教练甲教授参加国科会的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专案计划，要求选手要配合连续14天，逐天3届配合抽血，无配合就会互人扣比较学分。佮提出投诉者提供的通讯软体对话，指控教练不当威胁，要求国科会爱查明。 我们当然愿意支持所有的运科计划，但是我们必须认为符合研究伦理、符合上对下的关系是对的，而不是有这样的问题，好吗？是，谢谢委员。这项计划目前已经进入第2期，由中大学台师大体育系中间纪律病院等团队共同执行，主要针对咱女性脚球员为心理表现等面向进行跨领域的综合评估，以达成增加比赛表现的目标。 很害怕，就是被报复，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啊。就说我们又是受试者，然后又是协助实验的人，然后最后的那些实验经费也都不会到我们手里。记者找到投诉的女脚球队员，伊感觉规过程家己那亲像白鸟鼠，暗过原来有女脚球员支持教练甲教授进行计划，来强化因的训练表现。检测完就一样恢复正常训练了。 对啊，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就只是寒暑假中间，我们当做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已。特约的人员他们会全程在，我不是每天都在现场啊。学生如果说对我们当时讲解上他有误解啊，我们跟他们道歉，那个都没问题。对这代志，计划主持教授甲教练拢讲，合作过程引起学生囡仔的误解，真心向因表达失礼。台师大讲已经启动调查，查清楚过程，因为教练确实甲学生囡仔收取费用，所来做公积金，而且教练爱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